成日有人問我，手腳長期冰凍，背脊又重又攰，一入到冷氣房咧就打冷震，換季就必定係話傷風感冒，平時冇咩大病啊，但係成個人就借晒，冇嚟精神。其實呢啲唔單止係體虛，多數係身體入面積咗太多寒濕，陽氣唔夠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中醫古法溫陽絕技龍骨灸，亦係督脈普灸。佢有個響當當嘅名號，叫做灸中之王。點解叫灸中之王呢？同普通艾灸有咩唔同呢？我哋背脊正中間條脊柱就係中醫嘅督脈，被稱為陽脈之海，總管全身陽氣，連結五臟六腑。龍骨灸之所以被封王，係因為佢嘅施灸範圍、作用深度同調理層次係所有灸法入面最高級、最全面嘅。好多人分唔清龍骨灸同普通艾灸有咩分別。今日我同大家講講，普通艾灸係單點局部表面加熱，更多係作用係皮膚表層同淺層經絡，效果相對短暫，更多適合短期舒緩同持續保養。但龍骨灸係鋪晒成條督脈，大範圍覆蓋，深入滲透筋骨同臟腑。我哋會用靚嘅生薑、秘製藥粉，再加陳年艾絨，三種藥力火力疊加，唔止表面發熱，而係由淺入深，逐層逼走積累多年嘅深層寒濕，疏通經絡，與實從根源補充陽氣。再者，普通艾灸多數得艾火一種作用，針對單一問題，見效慢，持續力弱。龍骨灸就係大面積鋪灸療法，屬於系統性整體調理，做一次已經可以貫通全身陽脈，協調五臟氣血，散寒祛濕固本扶正，一次過搞掂。無論深度、力度、廣度，普通艾灸完全冇得比。呢個就係佢穩坐灸類首位，被稱為灸中之王嘅原因。雖然話龍骨灸係一個灸類之王，但係唔係所有人都適合嘅。每一個人嘅體質唔同，所以佢接受龍骨灸嘅反應都係唔同嘅，佢哋嘅症狀都係有分別嘅。醫師會經過判斷你嘅情況而作出決定，建議唔好喺屋企隨便操作。關注我，健康知多啲。